4月7日，陪你讀新約，路加福音8章1至18節。跟從耶穌的婦女們。過了不多日，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，宣講神國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12個門徒，還有被惡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，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瑪利亞，曾有7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；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阿拿，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。撒種的比喻。當許多人聚集，又有人從各城裏出來見耶穌的時候，耶穌就用比喻說：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撒的時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踐踏，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；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來就枯乾了，因為得不着滋潤；有落在荊棘裏的，荊棘一同生長，把它擠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裏，生長起嚟，結實100倍。耶穌說了這些話，就大聲說：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用比喻的目的。門徒問耶穌說：這比喻是什麼意思呢？他說：神國的奧秘，只叫你們知道；至於別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們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明。解明撒種的比喻。這比喻乃是這樣：種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隨後魔鬼來，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，恐怕他們信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聽道，歡喜領受，但心中沒有根，不過暫時相信，及至遇見試煉，就退後了。那落在荊棘裏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走開以後，被今生的思慮、錢財、宴樂擠住了，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。那落在好土裏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，並且忍耐着結實。器皿下的燈。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，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燈臺上，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。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，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。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，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凡沒有的，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。